许多话题关于我，就连我也有听过。我想我宁可都沉默，解释反而显得做作，也把信仰从斑驳落，拿掉防卫，剩下什么？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？优秀的这帮女孩子里面，她又非常突出，她是一个专心无杂念的，永远是在排练厅的一个女孩子，非常的专注，非常单纯，非常就是纯真，在扎根在这个排练厅艺术上的这么个女孩子。颗心没着落，要怎么附和？舍不得，又无可奈何。如果你也听说，会不会相信我？对流言会附和？不要去听百度的，他知道的并不是很准确。一些观众及时的感受到，哎，我今天哪里是做了调整和改变的，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很呼应的这种感觉，我演的你们都看懂了，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很幸福。如果你也听说，有没有想过我？像普通交朋友，还是你依然会心疼我？跌跌撞撞才明白了许多，懂我的人就你一个，想到你想起我，胸口依然温热。如果你想起我，你会想到什么？